我從曼谷出發，我去個台北，我給賣我水那個姐姐說，我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有什麼問題呢？你完全冇問題啊！你爹哋媽咪有問題啫嘛，生成你咁。都係大象，咁相信大家都知，咁就近年啦，就越來越多中國嘅頭條走到世界各地。咁廢話唔多講啦，咁到底今次佢哋又走到邊一度搞事咧？就係冇錯，今次係輪到台灣第一嘢啦。咁就係早前啊，有一位嘅中國網紅咧就走到台灣嗰度旅遊，然後就有意無意咁樣進行大外宣，而引起極大嘅爭議。而最後更加係觸動到台灣當局處理一件事，仲宣布啊將會永久禁止佢再入境台灣啊！你戴頭盔都不特止，仲着埋避彈衣，你冚家產啊你！玩得你咁過癮啊嗱！一早就應該要咁樣啦，即係對住一啲嘅中國藤戶，同佢講咁多道理都嘥鳩氣嘅，咁直接踢佢出去咪算咯，係嘛？咁所以今日就多揀同大家分享一件事，俾你哋睇下，到底一位中國網紅啊點樣由走到去台灣嗰度做大外宣，做到依家俾人哋永久禁止入境啦。咁原來就咁都就住一件事啊，簡單分享一下外國人睇法嘅 ，OK。咁話最近咁就有位中國網紅塔塔看世界咁喺抖音上面啊，就擁有230幾萬 fans，一直以嚟啊都係走訪唔同嘅國家，並且係穿着中國古代服裝嚟到宣揚中國文化。本身都冇乜問題嘅，即係我覺得係 OK 噶。即係就正如有睇我片嘅觀眾都知道啊，我一直都會將中國文化同埋中共分得好清楚。咁所以你要宣傳中國文化嘅話咧，我係非常尊重噶。但係奇怪嘅地方在於，當我喺網上面睇咗呢一位中國網紅幾條嘅影片之後咧，咁我就發現佢俾我感覺咧，就唔單止係宣揚中國文化咁簡單。更多嘅係藉住一種中國文化嘅包裝底下，一直輸出中共國嘅意識形態，將自己嘅政治主張強行灌輸到每一個人身上，就好似一個移動嘅中共大外宣咁。就嚟係喺佢以往嘅影片裏邊啊，都有好多同途人互動嘅畫面，而當中啊亦都會不斷強調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啊生活都好幸福。Actually,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You go from China. Yeah, but actually, China have a lot of people so tall. Wait. Yes. I know that normally the most of the people are not the good life. No. Every Chinese people, the life is very good, happiness. The China is a development country. Yeah. So every year we have the development really fast. So every Chinese people life really good. So if you time, you can go to the China to have a look. One day. Yeah. 真係越睇啊，就越似係將中共嘅敘事帶到去全世界，而唔係真正嘅宣揚中國文化。我感覺好似領你嘢喎，係？咁而直到就喺最近，咁就爆發咗一件爭議嘅事件，咁就係喺今年嘅3月下旬，一位嘅中國網紅啊，就從泰國出發，以短期專業交流嘅簽證咧，就申請入境台灣。咁而喺佢影片裏邊啊，就經常反覆強調中國台灣、中國台北一啲咁嘅稱呼。咁而且同台灣店員互動嘅時候啊，亦都係刻意強調自己係中國人，並且仲話中國同台灣都係一齊㗎啦，一啲咁嘅政治話術。坦白講句，睇到我啊，都真係覺得有啲突兀㗎。咁由於佢哋原片太長嘅關係啊，咁喺度就等簡單去播放佢影片裏邊最具爭議嘅地方，俾大家去了解下。Hello, Sawadika. To China, Taipei, please. Any visa or document to Taiwan? Yeah, I have it. 好，刷卡，谢谢。要载具吗？什么？载具？啊，那没有，没关系。小票是吧？不是，啊，是对。载具没有，载具信用卡。啊，信用卡。载具的话是有国人有那个发票存到云端的。我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哦，中国人。你们那边应该也没有。对，咱们都是一起的嘛，什么大陆、台湾嘛，对吧？对。我们是，因为我们发票是可以兑奖。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些新闻哦，就是说那个台湾人有说大陆人说你吃不起茶叶蛋呀，所以其实我来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说，哎，会不会说台湾人不接受我们呀，或者是怎么着的？对，但是其實沒有。我不會排我。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美。台北站。咁嘅時候，一段影片啊，就迅速引嚟台灣社會嘅關注，有好多台灣網民都批評佢表面旅遊，之但實質咧就矮化台灣，不斷強能灌輸佢嘅政治主張喺台灣人身上，而到最後更加係惹嚟台灣內政部移民署嘅關注，而經過1日調查之後咧，就確定佢嘅言行係違反咗對等尊嚴原則，咁所以就將佢列入為管制名單，未來不得再申請去台灣，並且係懲罰協助佢申請簽證嘅代辦機構啊。咁到後嚟，一位中國網紅啊，亦都有拍片去回應一件事，仲解釋啊自己係點樣俾人哋網暴啊，同埋強調啊自己只係同台灣人正常交流，宣揚中國文化。咁之但係點解會遭受到如此對待嘅呢？我相信我身後我的祖國一定是我的力量。我從曼谷出發，我去個台北。
我一路上，因为我这儿挂了个相机，朋友们，我一路上我只是把我所见所闻我给记录下来。你们认为我那个视频有任何的问题吗？我给卖我水那个姐姐说，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问题呢？然后台湾省好多人骂我说，有一个叫杨月的网红主播来到了我们这儿，胡扯八道，说一些不实言论，在机场骚扰卖水的柜台的员工，然后说这说那的，要把他这个驱逐出去。我说的是，我说我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我说這句話有什麼問題？我俾你講，一路行翻屋企一路講啊，到屋企都仲未講完，由頭再講多次添啊！首先，大家咁我想回應即係一件事上面最具爭議嘅地方，咁就話有唔少人啊睇完一件事都認為唔係啊，咁其實佢都冇做錯啊，咁佢嚟台灣只係同台灣人正常交流傾下偈，啊佢有讚台灣噶喎，嚇佢好好噶喎，咁點解台灣政府就即係因為佢承認自己係中國人而要禁止佢永久入境嘅咧？係咯，照咁睇又真係好似係喎，即係佢又有讚台灣，同埋佢只係認自己做中國人啫嘛，有啲咩問題咧？咁如果你真係咁諗嘅話咧，你就中計啦，因為你要搞清楚就係一位中國網紅啊，佢問題從來都唔係承認自己做中國人，呢個係佢自己講出嚟，係佢偷換概念，想混淆大家嘅視聽咋。咁真正嘅問題係乜嘢啊？就係佢啊，係刻意強調中國台灣，去逼台灣人接受佢嗰一套嘅政治意識形態，呢一個先係重點啊嘛。咁又只能夠講嘅就係，佢的確係包裝得幾好嘅，先用旅遊 vlog 嘅形式，然後再喺日常嘅對話裏邊滲入佢嘅政治主張。表面上睇好似冇乜問題咁樣啦，仲成日讚台灣喎，係咪啊？但係當你細心去睇佢嗰條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其實佢係一直逼緊嗰班台灣人去認同佢嘅政治主張，矮化台灣成為中國台灣，呢一招先係最陰毒啊！咁因為一位中國網紅啊，就唔似嗰啲咁嘅小粉紅咁樣，不斷大吵大鬧，又成日大叫中國台灣，又係表面同你友善交流，不斷去讚你，喺度笑笑口咁樣，咁之係同時啊，從言語中其實係一直有意無意去貶低你。而但奈何由於佢以前嘅關係啊，就令到好多台灣人都難為情而無奈選擇妥協，最後就將你帶到去佢嘅政治框架裏邊啦。情況就好似啊，依家有一個人啊走埋同你講：哇，呢個 iPad 好靚啊！哇，咁靚嘅，又大又清楚，係咪啊？哇，真係〜哎呦，原來中國製造㗎，唔怪之得啦！哇，你真係好靚仔啊！你咁靚仔㗎，又高大威猛咁樣啦！哎呀，果然我哋大家都一家人，有中國人嘅 DNA 係唔同啲㗎喎。點樣啊？明未啊？咩話？仲未明啊 ？OK， 或者咁，不如我哋而家試下調翻轉，你當我係台灣人，我依家要走到中國大陸嗰度旅遊。如果要套用一位中國網紅嘅模式嘅話，到底係會點樣呢 ？Hello， 大家好，我現在呢要準備出發到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咯 ，Let's go！ 哎呀，你們看看，這裡中華民國的上海真的很發達，哎呀，都高樓大廈，哎呀，好美，哎呀，但是這些人真的很好，哎呀，一直拜，哎呀，頂呱呱。什麼？你問我是不是中國人？不是啦，我是台灣人，是中華民國的人。其實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你本來也是中華民國的，對吧？一家人別說了，哎呀呀呀呀！為什麼我只是到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上海去玩，然後就遭到網暴？為什麼？我只是承認我是台灣人而已。醫生啊，總之佢冇得救先得㗎。老實講，機會就好微。點樣啊？睇完之後咪開始明白到底有啲咩問題咧？冇錯，就我打從一開始啊，根本就冇承認過你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仲要默認你哋係中華民國嘅人，再喺一個前提底下先同你友善交流啊！咁所以如果你認為我剛才嘅做法係冇問題嘅話咧，咁你覺得一位中國網紅咁樣做都冇問題，我係理解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接受唔到剛才嘅做法，而同一時間你又接受嗰位嘅中國網紅做法嘅話咧，咁呢一啲就叫做戇鳩㗎啦，知道冇？咁第二，咁我想回應嘅就係對於一件事啊，睇見台灣政府迅速作出回應，將一位中國網紅永久禁止入境台灣，都可以睇到依家台灣政府啊係對於一種中國大外商係採取零容忍嘅態度。咁而且一件事其實再呢一個係重點，就係台灣當局啊係就連協助一位中國網紅申請簽證嘅代辦機構都禁止佢以後代中國籍人士申請來台啊。咁因為一種嘅做法嘅重點係在於，一嚟佢唔只係一種個人懲罰，而係從制度上面打擊中共嘅滲透。
後，咁因為一位中國網紅啊已經係完成任務拍完片走咗，咁就算你禁止佢入境啊，咁佢以後咪最多唔入境咯，有啲咩所謂啫？但係個問題係以後呢，到底又有幾多好似一種嘅中國網紅會走嚟台灣做大外宣呢？咁所以台灣當局之所以拔埋代辦機構啊，其實係從制度上面去填補呢一個缺口，費事再俾一班嘅中國網紅入嚟做滲透啊。二嚟亦都係對一啲代辦機構起咗一個極大嘅阻嚇作用。以前可能一班嘅中國人只要交齊文件，揾代辦機構搞一搞呢，就已經可以搞到台灣簽證。咁但係依家呢，就算你有齊文件啊，代辦機構都未必幫你搞啊。咁點解啊？就係因為你有啲乜嘢事啊，佢都係需要負責噶嘛。咁所以就令到一啲代辦機構啊更加謹慎咁樣去幫一班中國人搞簽證。第三嚟，我認為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一種嘅做法啦，亦都係將中國人去台灣搞事嘅責任直接推返俾中國人以及係代辦機構身上。嗱，你試諗下啦，如果再有中國人打算透過代辦機構申請簽證去到台灣啊，咁會點樣呢？嗱，首先代辦機構就一定會先查你家宅，睇下你係咪小粉紅，經常做埋晒啲戇鳩嘢，再決定處理你嘅簽證。到之後啦，又好有可能需要你簽一份嘅聲明書，確保你去到台灣啊唔會做埋晒啲戇鳩行為，否則就需要向代辦機構作出巨額賠償。而到最後，萬一都係出事嘅話呢，咁又會令到其他代辦機構更加謹慎咁樣處理中國人去台灣嘅簽證，進一步影響埋其他中國人去台灣嘅機會。咁所以睇到未啊？一件事其實台灣政府當局嘅處理手法，佢背後嘅邏輯就係直接將一班搞事分子佢哋嘅責任拉到最大，就等一班嘅中國藤會咧，以後冇辦法嚟到台灣搞完事之後就可以拍拍咯，一走了之。等你班友鬼殺咁嘈，喊驚咁，撲你個街啊！真係。咁其他正常嘅中國人啊，如果你以後係打算申請台灣嘅簽證，你發現申請好困難嘅話咧，咁你就要多謝下一班嘅中國藤會啦。咁我講最後先，咁一件事啊，即係一位嘅中國網紅達達咧，即係其實佢正正就係完美演繹緊中共最新型嘅大外宣模式，就係以旅遊 vlog 嘅形式，又或者係拍啲日常生活影片，而當中就慢慢滲咗一啲政治嘅主張，從而潛移默化咁影響每一位觀眾。即係就像以往都同大家分享過，就我都收過唔少中國公司嘅邀請，就叫我拍旅遊影片，仲強調要我千祈唔好講政治，而就只係需要喺影片裏邊即10幾分鐘裏邊啊，你加一句，其實中國都冇咁差嘅啫，一句就夠噶啦。所以我有嚟相信，因為中國網紅啊，應該都係做緊一種嘅大外宣，從而不斷向台灣人洗腦。總之啊，大家小心啲啦，OK。